維生素 E 係低調又強大嘅細胞守護神，兼抗老化嘅衛兵。我哋睇下佢嘅 super power 有啲咩超能力。第一咧，佢係頂級嘅脂溶性抗氧化劑噃，呢個係佢最核心嘅角色。我哋身體向新陳代謝接觸污染同埋陽光照射嘅時候咧，會產生唔穩定嘅自由基嘅。呢啲自由基咧就好似生鏽嘅因子，佢哋會到處破壞細胞膜蛋白質甚至 DNA 維他命 E 溶解喺脂肪裏邊咧，就能夠直接駐守喺細胞膜呢個關鍵嘅防線上邊。佢係一位英勇嘅衛兵，率先犧牲自己，中和自由基，保護細胞膜嘅完整同埋健康，延緩細胞老化。佢可以保護脆弱嘅脂肪，佢特別能夠保護身體裏面嘅不飽和脂肪酸，包括好嘅油脂，譬如奧米加3啦，同埋低密度嘅脂蛋白 LDL。咁通常咧就被人叫做壞膽固醇噃，係不被氧化喎。阻止呢啲所謂壞膽固醇 LDL 氧化咧，係有助於維持心血管嘅健康。第三咧係同維他命 C 合作，E 同埋 C 咧係超級好 partner。當 E 犧牲自己消滅自由基嘅時候，C 幫助佢復活再生恢復抗氧化能力，繼續工作。咁對身體有咩好處呢？佢守護心血管，保護血管裏邊嘅內皮細胞，減少動脈粥狀硬化嘅風險。佢滋潤肌膚同埋毛髮啦，抗氧化有助於皮膚健康。經常咧係用喺護膚品裏邊嘅。仲有咧，佢支持免疫系統噃，保護免疫細胞咧不受氧化損傷。保護眼睛同其他營養素共同維護眼睛健康，好勁啊！維他命 E 咩食物牛油果啦、葵花籽油啦、葵花籽啦、杏仁啦、榛子啦、花生啦、菠菜羽衣甘藍綠花椰菜、深海魚、全穀類好似糙米小麥胚芽仲有呢啲小米好多